其實我覺得社區經濟咧，我哋各位議員咧都非常之關心，尤其是呢個悠遊巴士咧，我覺得呢一個咧就做得非常之好，搭建咗呢一個可以俾遊客入到區嘅一個渠道一個方式。但係呢度咧，我覺得喺宣傳嗰個層面入邊咧，我覺得仍然都可以有待加強，因為現有嘅宣傳層面就已經知道係咁多㗎啦。係咪我哋應該要更加用一種新嘅一個方法咧，就可以令到呢一個宣傳嗰個效果咧，可以達到人哋點解要入區？我話作為一個旅客，我點解要入區？我入完區之後，我點樣去離開呢個區？第二嗰個內容係非常之重要，即係我點解要入去呢一個內容係非常之重要，準確直接咁樣觸達到每一個遊客。呢個方式咧，我覺得係要加深去研究同埋考慮嘅。我哋悠遊巴士嘅一個情況咧，其實確實我哋喺悠遊巴士嘅呢一個項目嘅初衷咧，就係希望可以提供一啲便利嚇，令到咧我哋嘅旅客可以去入區。頭先講嘅係網頁嗰個獲得嘅資訊咧，其實就係數曲嘅。其實就係喺無論係上車嘅站點，喺我哋嘅落車嘅站點，同埋喺我哋嘅6間休企入邊咧，佢哋入去登記住房嗰時咧，就已經有嗰張leaflet 俾佢話俾佢聽，你掃曲咧就已經可以知道晒嗰400間嗰個喺我哋嘅落車站點周圍附近嘅一啲消費嘅一啲店鋪嘅推介，或者係景點嘅推介，其實全部有晒喺度嘅。